Refurb to Let 係點樣 work 嘅呢？若果你係一個有經驗嘅物業投資者，睇中咗一間又殘又舊，但係地點好好嘅屋，想買嚟裝修完後放租或者攞嚟做 HMO，Refurb to Let 嘅 loan 可能會解決到你嘅資金壓力。呢款 Refurb to Let 嘅產品係可以提供抵押品最高7成至7成半，一般最長6個月嘅貸款。等間屋裝修完成之後呢，重新估值，再用新嘅估值做一個 exceed Refurb to Let 嘅按揭，一個正常買樓收租嘅按揭，並償還呢個短期貸款。由於裝修所花嘅時間同埋裝修後嘅估值都非常之關鍵，所以最好申請 Refurb to Let 嘅時候已經準備好整個裝修計劃嘅細節同埋時間表。唔知道作為有豐富英國物業投資經驗嘅你，會唔會從中揾到機遇呢？若果想獲得更多買樓同埋做按揭嘅資訊，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有按揭需要嘅朋友可以聯絡我哋作進一步嘅諮詢。